蝕足3年，冇咗30億歐元。跨國巨頭飛利浦淪落到做吊牌大王，除咗個商標，乜嘢都係流㗎。曾經嘅科技巨無霸跌到落坑，連冷氣機、空氣清新機都係授權代工貨。呢個百年老牌賣完核心家產之後，營收縮到得返194億美金，正式同世界500強講拜拜。蘇跑買咗，電視機劈埋，百年飛利浦搞到最後得返個招牌，仲識得揾錢。飛利浦呢個名幾乎冇人唔識，作為最熟面口嘅國際牌子之一，飛利浦曾經就係高檔進口、質量保證嘅代名詞嚟㗎。我哋屋企都曾經有一件飛利浦嘅嘢，可能係用咗10幾年都唔捨得換嘅蘇跑，可能係廚房部多士爐，又或者係客廳部 DVD 機。呢個藍色標誌曾經代表歐洲製造，技術領先，貴但值得。但係你知唔知今日你喺超市或者電器鋪買嘅飛利浦產品，除咗個商標係真嘅，其他嘢同荷蘭原廠已經冇乜關係啦。電動牙刷、空氣炸鍋、智能廁板、冷氣機背後嘅生產商可能係你聽都未聽過嘅中國代工廠，一間曾經同索尼平起平坐，發明 CD 同 DVD 格式嘅百年科技巨頭，點解會淪落到靠賣吊牌為生？我哋一齊睇下呢個荷蘭品牌由盛轉衰嘅真實軌跡啦。飛利浦1891年喺荷蘭埃因霍溫起家，最初淨係做碳絲燈泡，但佢哋技術好快突圍。20世紀初已經係歐洲最大燈泡廠，之後不斷擴張，照明、電子、醫療、半導體、家電乜都踩一腳。1970年代全球員工超過40萬，業務遍佈過百個國家。1996年係最風光嘅一年，營收401億美金，打入財富世界500強第53位，係荷蘭國寶，亦係歐洲製造業嘅象徵。嗰年研發投入超過30億歐元，佔營收近 8%。核心研究機構 NetLab 每年有超過6000項專利申請。CD-DVD 格式係飛利浦同索尼一齊定嘅，第一部電動蘇跑，第一部家用錄音機，第一批醫療超聲設備，全部都係佢哋出品。嗰陣時，飛利浦3個字就係高科技嘅代名詞。但風光背後佢哋太貪心，乜都做，燈泡又做， CT 機又做，晶片又做，音響又做，金融服務又做，業務散到不得了，資源嚴重攤薄，管理成本勁高。呢種乜都識但乜都唔精嘅格局就係佢哋衰落嘅起點。2001年係轉折點，互聯網泡沫爆破，飛利浦半導體業務一年蝕超過10億歐元，管理層終於醒覺，再唔瘦身就等死。於是展開咗一場長達20年到而家都未停過嘅拆骨大行動。2004年將 PC 顯示器業務以3.58億美金賣俾冠捷科技。2006年手機業務賣俾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。同一年半導體業務80%股權賣俾 KKR、貝恩資本等基金。呢個部門後來獨立成恩智浦半導體，即係 NXP， 而家市值係飛利浦嘅幾倍。2010年中國區電視銷售同配送外包俾冠捷。2014年 LED 業務同通用照明分拆成飛利浦照明，再將 LED 芯片製造同汽車照明合併成亮銳公司。2016年亮銳81%股份賣俾阿波羅基金。2018年飛利浦照明改名仙諾飛，同飛利浦徹底分家。同一年，飛利浦將淨水器、飲水機、智能廁板、按摩器材等品牌授權賣俾中國公司德爾瑪。2021年再以37億歐元將成個家電業務、掛燙機、電烘豆、吸塵機、咖啡機、空氣炸鍋、空氣淨化器賣俾高瓴資本，再加15年品牌授權，總交易額44億歐元，接近340億人民幣。呢單交易代表咗乜？即係你而家買到嘅飛利浦掛燙機、吸塵機、空氣炸鍋，同荷蘭飛利浦已經冇直接關係，淨係貼住個招牌嘅中國製造產品咋。咁飛利浦自己仲留低咗啲乜？主要得3樣：蘇跑、電動牙刷同醫療設備。蘇跑同電動牙刷，飛利浦仲係自己研發，部分自己生產，算係最後嘅自留地。但就算呢2樣都有部分型號係中國代工。至於冷氣機，飛利浦由頭到尾都冇自己做過。2018年將品牌授權俾中國企業恩博力電器，由佢哋生產同營運，先有飛利浦冷氣機喺中國賣，授權期10年，包埋出口權。飛利浦淨飲機生產廠係紹興摩納淨水科技，申請商係上海水護盾健康。水護盾係德爾瑪嘅子公司，即係攞咗授權再揾摩納代工，成條鏈就係飛利浦賣個名，德爾瑪攞個名，再揾摩納去做。2024年，飛利浦淨係收品牌授權費就收咗4.19億歐元，佔整體營收3.4%。呢筆錢幾乎零成本，坐喺度收租。
但問題嚟啦，當一間公司越嚟越靠賣名揾食，而唔係靠技術揾食，佢仲算唔算科技公司？呢種輕資產模式，表面好着數，唔使養廠，唔使管工人，唔使驚供應鏈斷，淨係收授權費就夠。但代價係乜？係你控制唔到產品質量。你授權俾人，點保證每間代工廠都用同一套標準？點保證佢哋唔偷工減料？2020至2023年，飛利浦嘅真空吸塵機、電風筒、電焗爐、牙刷頭等進口貨，先後被中國海關驗出質量唔合格。2021年3月，一批飛利浦電風筒因為電源線絕緣層厚度唔達標，被上海海關退運。2022年7月，飛利浦真空吸塵機因為吸力衰減同過濾效率問題，被浙江消保委點名批評。每次出事，消費者唔會鬧代工廠，淨係識鬧飛利浦。品牌信譽就係咁樣一滴滴流走，而且貼牌模式有個隱形問題。當消費者發現佢買嘅飛利浦產品同其他冇牌貨係出自同一間廠、同一條生產線，甚至同一套模具，佢就會諗：我俾多幾倍錢，究竟買緊個標誌定買緊個品質？2024年有內地消費者拆解咗一部飛利浦空氣炸鍋，發現內部同某國產平價品牌嘅型號結構90%相似，連發熱管編號都同一間廠出。佢將對比圖放上網，引發過萬條轉發。當越嚟越多人覺得飛利浦淨係個名嘅時候，個名就越嚟越唔值錢。你越靠個名揾錢，個名就越快貶值。到發現嘅時候，已經追唔返。飛利浦將所有希望壓晒落醫療設備，呢個被內部稱為飛利浦嘅未來，外界叫做最後堡壘嘅業務。醫療設備毛利高，門檻高，需求穩定，表面好穩陣。飛利浦喺呢辦確實有底子。X 光機、CT、MRI、睡眠呼吸機、監護設備，佢哋喺中國2、3級醫院嘅核磁共振同 CT 市場排第3，僅次通用醫療同西門子。但問題係呢個堡壘開始俾人攻陷。國產聯影醫療2023年 CT 市佔率已經衝到全國第一，達到29.7%，首次超越通用醫療。邁銳醫療嘅超聲設備劈價30%，直接搶飛利浦嘅中低端訂單。再加埋中國醫療反腐同國產優先採購政策，2024年蘇州市屬醫院集中採購，直接喺招標文件寫明只接受國產設備，飛利浦高端超聲連入標資格都冇。淨係2024年，飛利浦中國區醫療業務銷售額就跌咗17%。2022至2024年，飛利浦醫療業務連續3年虧損，累計蝕近30億歐元，即係230億人民幣。一間靠醫療設備翻身嘅公司，醫療業務反而變咗最大蝕錢黑洞。呢個諷刺連佢哋自己都笑唔出。除咗市場被搶，飛利浦醫療仲要面對產品召回噩夢。2021年6月，飛利浦睡眠呼吸機嘅消音泡沫出問題。呢種聚酯基聚氨酯泡沫喺高溫高濕環境下會降解，釋放出可能致癌嘅氣體火粒。飛利浦全球緊急召回400萬台設備，涉及金額超過15億歐元。消息一出，股價由當年4月高位54.6歐元，暴跌至12月嘅11.2歐元，蒸發80%。呢次召回唔止蝕錢，仲重創品牌信譽。醫療設備講信得過，你連呼吸機都可以出事，醫院點敢再用你其他嘢？之後幾年，飛利浦持續俾美國司法部調查同集體訴訟搞，截至2025年底，累計賠償金額超過8億美金。2025年3月，飛利浦索性將急救業務以5.3億歐元賣俾一間美國私募基金，集中資源搞醫學影像同超聲。但呢兩個領域國產廠商已經殺到埋身。新 CEO 劉令成日強調在中國為中國。2024年底宣布要令95% 產品中國製造，連最新款嘅3T 磁共振都攞到中國首發，顯示中國化誠意。但事實係核心部件、磁體同梯度線圈仍然由荷蘭進口，而國產設備已經佔咗 CT 市場30%份額。飛利浦想搶返嚟，談何容易？呢個就係遲到嘅誠意。你以前賺盡中國市場嘅錢，而家先話我係自己人，但市場已經唔等你。飛利浦仲有個超高階市場可以守，7T 磁共振、光譜 CT 呢類單價過5000萬人民幣嘅設備，國產暫時仲未完全突破。但問題係中國有幾多間醫院買得起？全國3甲醫院大約1700間，當中具備採購超高端設備預算嘅唔超過200間。呢個市場規模每年大約40億人民幣。飛利浦就算食盡都填唔到整體營收嘅缺口。中間市場俾國產食晒，高端市場又唔夠大。飛利浦醫療就係兩頭唔到岸。公司近年裁員數字反映咗情況有幾惡劣。
2022年10月宣布裁4000人 ,2023 年1月再宣布裁6000人 ,2025 年2月又再削2500人 ,3 年累計裁超過12500人，即係每6個員工走一個。荷蘭工會公開鬧，你哋係咪要成間公司裁到冇？一間百年企業落到今日要靠不斷裁員止血，同1996年嗰個40萬員工、401億營收嘅巨無霸相比，簡直兩個世界。2025年，飛利浦全球員工人數跌到不足12萬人，係1975年以來最低水平。有網友將飛利浦呢20年操作總結成一句：賣走晒會生金蛋嘅雞，留低一班淨係識食飼料嘅鴨。呢句話雖然粗俗，但數據撐得起。ASML 當年係飛利浦光刻機部門，1984年獨立之後，而家壟斷全球高端光刻機市場。2025年市值接近3000億美金，係飛利浦嘅15倍。恩智浦半導體都係飛利浦分拆出嚟。2006年賣出之後，而家市值超過500億美金，同樣遠超母企。照明業務獨立之後叫新諾飛，2023年全球 LED 照明市佔率排第一，年營收穩定在70億歐元左右。飛利浦每賣一次資產，就等於放棄一個未來可能爆發嘅賽道。佢揀輕資產路線本身唔係錯，錯嘅係輕到連自己核心能力都輕走埋。一間科技公司如果連研發同製造都放手，淨係靠個名揾食，佢同南極人有咩分別？內地網友笑飛利浦係歐洲版南極人。說話刻薄，但一針見血。南極人2008年開始賣吊牌，由保暖內衣延伸到床品、廚具、小家電，最高峰年授權收入超過12億，但最終品質失控，口碑崩盤，而家淪落到超市角落都冇人要。飛利浦而家行緊嘅就係同一條路，分別只係南極人從來冇技術底蘊，而飛利浦係自己親手揼低咗100年累積嘅技術江山。飛利浦2024年研發投入降至11億歐元，佔營收 5.6%， 係自1980年有紀錄以來最低水平。相比1995年嘅30億歐元，縮水超過60%。2026年7月，飛利浦市值跌到唔夠180億美金，比起1996年高峰超過800億美金，蒸發超過7成半。2024年全年營收 194.93 億美金，唔夠1996年401億美金一半。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上已經連續6年唔見飛利浦個名，一間曾經同通用電器、西門子平起平坐嘅歐洲工業巨擘，而家淪落到靠賣品牌授權、裁員、賣資產吊命，佢仲冇翻身機會？理論上仲有，如果佢可以喺超高階醫療設備守住技術優勢，如果佢可以重建消費者對貼牌產品嘅信心，如果佢可以吸引到足夠研發投資追翻同國產廠商嘅差距，但呢啲如果每一個都好重。2026年5月，飛利浦喺荷蘭埃因霍溫總部召開嘅股東大會上，有小股東當面質問管理層：你哋究竟仲係一間科技公司定係一間商標管理公司？管理層冇直接回答，而時間已經唔喺飛利浦呢邊。佢賣走 ASML 嗰陣，以為自己做咗精明決定；賣走家電嗰陣，以為輕資產先係未來；壓住醫療嗰陣，以為揾到最終出路。但每一步都證明佢睇錯。呢個故事最諷刺嘅係，飛利浦唔係輸俾競爭對手，而係輸俾自己，輸俾對短期利潤嘅貪婪，輸俾對輕資產嘅盲目崇拜，輸俾忘記咗技術先係品牌靈魂呢個最基本嘅道理。望住台面一把10年前買落嘅飛利浦蘇刨，仲用得，刀網依然貼面，摩打聲依然沉實。呢把嘢係飛利浦仲自己做嘢嗰個年代嘅產品。拎起佢同而家市面上賣緊嘅飛利浦空氣炸鍋相比，後者由內到外同荷蘭已經冇關係。一間百年企業用20年時間將自己由技術先驅變成商標販子，佢賣走嘅唔止係工廠同專利，而係一個時代對歐洲製造嘅信任。當你下次行過電器鋪見到飛利浦個藍色標誌，你可以諗起呢段故事，諗起佢曾經發明 CD， 曾經做出第一部電動蘇刨，曾經同索尼爭過格式標準。而家買嘅究竟係飛利浦定係一個叫飛利浦嘅貼紙？呢個答案你心裏有數，而我哋都心裏有數。